感謝主，是加要隻精神來聽呢上帝嘅話，在呢個詩篇37第37節樣講出家啲，你看日隻人要忠切嘅心嘅講，然後你看日隻人要切心，佢嘅前途要平安，要喜樂，要快樂，所以是加隻人社會世界嘅喺度，thì一切要忠切。要切心嘅心，因為到咩呢？因為到要忠切嘅切心嘅心，上帝熱天合意，在簽人書你提切嘅提八節樣講切家啲，上帝準備將幫持切家，意思係講佢思想要幫持切家，當切家要困難，當切家要問題，佢隨時準備將嚟多浪切家。然後佢做食家嘅定牌，對於攏做人唔係要缺點嘅，在世間你喺度出嚟講我忠切嘅人，然後佢照顧食家行我要公平嘅路，佢要祝福食家，佢照顧食家，佢做食家嘅定牌，所以食家在世間你喺度要切心，要忠切嘅心，上帝合意，上帝歡喜，然後簽人書23。18節樣人講切家啲，嗱熱天切家要光明，意思講要前途，嗱切家嘅盼望唔係切核，聽樣人係講切家世間你喺度，社會你行到要忠切嘅切心嘅心，上帝要照顧，佢講熱天切家要光明，要前途，因為到佢幫切家，佢帶切家去勝利嘅路，要前途嘅路，要光明嘅路。佢看待食家，佢家家通才，熱天食家世間你啲，要做工，本人人學得，要祝福人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